只要这个天气一个转变，有袂少的乡亲关节就开始反痛，而且小可来压一下腰，或者是洗一下身，都会听到关节咔咔的这个声音，实在听到真烦恼。医生讲，这是因为天气冷，较无咧震动，水嘛啉较少，关节较无伤，才会安尼。若有关节炎的患者，天气转变，若会感觉酸痛，会当做一下瑜伽啦，或者是拍这个太极拳，做一寡较温和的运动，会当改善。天气也变冷，活动变少，这小可压落去，活身关节所在就发出声音，真侪人拢会紧张，担心关节出问题。不管是在一个芬兰的研究，或是澳洲的研究。它是没有一个确实的证据告诉我说气温可以造成关节。西医的一个看法是在我们天气寒冷的时候，我们本身的血管跟肌肉还有肌腱会产生一个收缩。因为天气冷，水嘛啉较少，所以这个关节之间轮骨不足，会发出声音。健康的民众唔免担心，不过若是本来就关节炎的咧，伊就会互这个疼的感觉变较敏感。因为天气冷，血管就容易收缩，收缩之后，其实对神经本身，因为其实神经也是需要血液来供应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就是它神经会变得比较敏感。医师讲，真侪关节炎的患者袂爱震动，不过其实是爱去做瑜伽，或者是拍太极拳的运动，安尼当互关节痛痛的症状消失。另外爱注意穿好烧，嘛爱加啉干滚水，互肌肉袂过度的病寒，增加血液的循环，减少痛痛甲发炎的症状。